而家請連將手上面任何嘢先放低，好似我咁將雙手平伸出嚟，手心向上，仔細對比一下你嘅無名指同食指睇下，無名指係咪明顯比食指長出一截？睇清楚未？先唔好急住下結論，我只想問另一件事，領後生嗰陣係咪膽量特別大，性格特別直，睇準一件事就咁衝埋去，亦都真係憑呢股勁賺到過錢？但去到而家呢個年紀，係咪成日覺得錢好似揸住喺手嘅水，點樣用力都留唔住？辛辛苦苦成世，去到一享福嘅年紀，反而個心越嚟越唔踏實。你有冇諗過？呢雙手可能就係你一世運勢最大嘅告密者。好多人見到無名指像就話呢個係天生暴富命，亦都有人留唔住錢就咳聲嘆氣，話自己係一世勞碌命。我話明知呢兩種講法都只係睇到冰山一角，真正決定你呢雙手係聚財定係漏財嘅，係三個極之隱蔽嘅細節，幾乎90%人都唔知道，亦都正係呢三個地方，將自己天生嘅財氣親手洩漏咗。今日我要將呢套完整嘅鎖財方法，由手相到屋企環境，一次過俾各位朋友講透徹。呢條片嘅內容能量好強。如果你而家點個訂閱，就相當於喺自己嘅手相同家宅財富之間建立咗一條能量連結。以後每一期嘅開運智慧，你都能夠第一時間接收到呢份緣分。就算係正式結上咗，另外你唔好急住劃走，睇完前面幾分鐘，你就知道你呢雙手到底係老天爺賞飯食嘅大將手，定係需要趕緊調理嘅漏財手。而家你可以睇下身邊朋友嘅手，睇下屋企邊個係呢種手相，將大將手相4個字打喺留言區。呢4個字本身就係一股好強嘅正向能量，零打出嚟嗰刻就已經喺俾自己同全家人接一份好彩頭好。我哋正式開始，先將呢個手相嘅根本原理俾各位朋友講透徹。喺傳統相學入面，人嘅手掌唔係亂生噶，每一隻手指每一個位置都對應住一個人唔同嘅運勢面向。我哋老祖宗傳落嚟嘅手相學唔係迷信，係幾千年觀察總結出嚟嘅規律。古人冇顯微鏡，冇 X 光，但佢哋對人體同命運嘅洞察精準得令人佩服。大家睇下自己嘅食指，食指嘅根部喺相學上叫做木星丘。木星代表咩？代表支配欲、管理能力、自尊心，仲有我壓唔壓得住場面嗰股掌控力。食指像嘅人通常曾意掌控局面，適合做管理、做統籌。但食指如果太長，就容易剛愎自用，聽唔入人哋嘅勸。再睇無名指，無名指嘅根部叫做太陽丘。太陽係咩？係光，係熱，係名望，係偏財，係直覺力，亦都係嗰種我唔理人哋點睇，我就要咁做嘅勝負欲。無名指像嘅人天生就有一種舞台感，從易被人關注，亦都容易喺人群中突圍而出。當一個人嘅無名指明顯長過食指，就意味住佢體內嘅太陽能量壓過咗木星能量。呢種人最大嘅特點就係魄力大過謹慎，直覺強過邏輯，寧唔寵意按部就班，寧討厭被束縛，寧更加願意相信自己嘅第一感覺，去開拓人哋唔敢掂嘅新領域。呢種性格喺寧後生嗰陣係寧最大嘅武器，但去到中晚年，如果唔識得收，佢就會變成臨最大嘅軟肋。點解？因為太陽嘅能量係向外發散、向上燃燒嘅，佢能夠幫年照亮前路，都能夠將年嘅財氣燒得過快。所以無名指像嘅人賺錢通常比普通人快，但使錢漏錢嘅速度都比普通人快得多。呢個先至係勞碌命。呢個講法嘅真正來源唔係寧賺唔到錢，係寧賺嘅錢喺寧手上面留唔住。無名指像過食指嘅人，一生財運亨通，唔係話你一定好有錢，但係你需要錢嘅時候，總會有機緣巧合，有錢俾你用，唔會缺錢使。但係呢股財運能唔能夠真正留喺你手度，仲要睇太陽丘嘅紋路。無名指下方嘅太陽丘直紋越多越好，代表你越有才華，財運越亨通。好多娛樂圈嘅名人無名指下方都有呢種扎花紋。咁太陽丘嘅紋路具體點樣睇呢？
各位朋友可以而家將手掌微微屈曲光線好少少，睇無名指根部嗰啲凸起嘅肉。如果上面有3、4條明顯嘅直紋，就叫做太陽線，係財運亨通嘅標誌。如果呢度平平嘅咩紋路都冇，甚至有些小凹陷，就說明你嘅偏財運雖然有，但需要後天嘅調理同守護，將能量補翻起嚟。另外，無名指嘅指節都有講究。無名指第一指節，即係近指尖嗰一節長嘅人，天生有藝術細胞，審美能力強。無名指第二指節，即係中間嗰節長嘅人，做事有恒心，唔容易半途而廢。如果連無名指整體都比食指長，但指節分布均勻，咁就說明你唔只有衝勁，仲有後勁，係天生做大事嘅材料。好多朋友聽到呢度，可能個心周一周，你唔使心急。今日呢條片就係專門嚟幫您將呢個漏洞塞住嘅，只要方法用啱您呢種手相，就係妥妥嘅晚年大富貴。呢個時候，各位朋友可以再睇下自己嘅太陽丘紋路多嘅，喺留言區打太陽高照紋路少嘅都唔使擔心。陣間我教您點樣補，先打一個穩住能贏，俾自己打打氣。講到呢度，可能有朋友會問，呢啲都係老一輩傳落嚟嘅講法，有冇根據㗎？我話你唔知，現代科學嘅研究結果同我哋老祖宗幾千年嘅觀察，今次係高度一致嘅。喺學術界，無名指同食指嘅長度比有個專門嘅術語叫 2D 比 4D 比率。2D 就係食指，4D 就係無名指。呢個比率喺科學界已經研究咗20幾年，發表嘅論文超過1000篇，係一個正正經經嘅學術領域。英國劍橋大學做過一項長期跟蹤研究，佢哋調查咗倫敦金融城嘅44名股票交易員，喺連續20個月嘅觀察期入面，發現無名指最長嘅交易員比嗰啲無名指最短嘅交易員賺嘅錢多咗成11倍。研究指出，無名指嘅長短同胚胎喺子宮入面接觸嘅雄性激素多少有關。子宮內嘅胎兒如果接觸較高水平嘅雄性激素，無名指就會更長。大個之後更敢於冒險，更有自信同上進心。呢個只係其中一項研究。意大利嘅2位經濟學家奧爾多拉切奇尼同路易吉圭索都做過一項研究。佢哋訪問咗2000幾名自己創辦公司嘅企業家，影低佢哋右手手指嘅相片。結果發現嗰啲取得非凡成就嘅企業家，絕大部分係無名指比食指長嘅，而且喺男性企業家當中，呢種相關性更加明顯。仲有一項研究發表喺英國心理學雜誌上面指出，無名指比食指長嘅人喺數學同算術方面嘅能力更加突出。英國提塞德大學嘅研究都發現 2D 比 4D 比值偏低嘅人心態更強硬、更樂觀、更有進取心。換句話講，您呢種手相嘅人天生就比別人更擅長同數字打交道，更適合做決策、做判斷。講到尾，您呢雙手係從孖胎入面就帶住敢闖敢拼嘅基因嚟㗎。您唔係勞碌命，您係天生就比別人多咗一副硬骨頭。但科學都同時證明咗另一件事。加拿大艾伯塔大學研究咗298名學生之後發現， 2D 比 4D 比例較低嘅男性具有更高嘅競爭性同攻擊性。講白啲就係您做決策嘅時候，做唔做呢個念頭比後果係咩？呢個念頭跑得快好多。呢個就係點解無名指長嘅朋友容易喺中年階段出現財務波動嘅生理根源。唔係您個腦唔得，係您個腦太快啦。美國哈佛大學仲有一項研究發現， 2D 比 4D 比率較低嘅人喺面對壓力時分泌嘅皮質醇水平更高。皮質醇係咩？係壓力荷爾蒙。呢樣嘢高咗，人就容易焦慮、容易衝動、容易做短視嘅決定。所以無名指長嘅朋友喺遇到財務壓力嘅時候，反而更容易做出錯誤嘅決策，越急越錯，越錯越急，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所以老祖宗囑咐咗幾千年嘅三思而後行，對您嚟講唔係一句空話，係一道保命嘅護身符。睇到呢度，如果您已經發現自己或者朋友係呢種手相，可以喺留言區留低三思後行呢4個字。呢個唔單止係提醒自己，
亦都係喺俾屋企嘅財富加多一道心理保險栓。好，講完咗原理，我哋嚟講最關鍵嘅呢種手相嘅人，一世運勢到底點樣行？我將佢總結為運勢三疊浪。各位朋友認真聽一下自己正處於邊個階段，跟住應該點樣行。第一個階段係青年破浪期，大概由20歲到35歲。呢個階段嘅靈眼裏面冇難字，人哋仲喺度猶豫呢件事得唔得㗎？靈已經將衫袖執起咗，人哋仲喺度計蝕咗點算，靈已經衝咗入去，靈嘅人生信條就一條做咗先講。呢個階段無名指長嘅優勢被發揮到極致，靈敢喺人哋唔睇好嘅領域落住，敢喺所有人撤退嘅時候頂上去，所以靈往往能夠食到第一波紅利，賺到人生嘅第一桶金。好多白手興家嘅故事，主角都係呢種手相暴富，明呢個講法。主要講嘅就係呢個階段。我認識一位做餐飲嘅朋友，90幾年嗰陣，所有人唔睇好火鍋生意。佢將自己儲埋嘅3萬蚊全部掟晒入去，開咗本地第一間川味火鍋。頭半年確實蝕，但佢咬實牙齦頂住，後嚟生意火起嚟，1年回本。佢就係典型無名指比食指長嘅人。第二個階段係中年回旋期，大概由36歲到55歲，去到呢個年紀，事業有基礎啦，存款有一點啦，但真正嘅考驗都嚟啦。呢個階段嘅人最大嘅優點同最大嘅缺點係同一個講義氣，因為講義氣，連身邊唔缺朋友，亦都唔缺貴人，但亦都因為講義氣，連特別容易心軟，特別容易被捧殺。我同各位朋友講個場景，連睇下係咪似曾相識。朋友揾連借錢，講咗幾句好話，大佬，呢件事只有連幫到我啦。連個心一熱，覺得唔幫手就唔係兄弟。錢就攞咗出去，合作伙伴揾連投資，拍拍心口話呢個項目穩賺唔蝕㗎。令個腦一熱，覺得呢個好機會，錢就掟咗入去。結果呢，錢借出去容易，要翻來難；掟入去容易，退出嚟更難。好多無名指長嘅朋友，財運嘅第一次大滑坡就發生喺35歲到55歲呢20年入面。呢股衝勁用啱地方係橫財，用錯地方就變咗漏財嘅氹。我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故事。我認識一位朋友，今年63歲，就係典型嘅無名指比食指長。佢後生嗰陣做建材生意，膽量大，路數嘢，啱啱遇上房地產嘅黃金期，賺咗唔少錢。但去到45歲嗰年，一個老朋友揾佢合夥開廠，話個項目幾好，回報幾高。佢講義氣，連合約都冇仔細睇就掟咗200萬，結果呢間廠開咗唔夠1年就執咗200萬凍過水，仲倒欠咗供應商幾十萬。由嗰陣開始，佢成個人變咗另一個樣，做任何決定都猶豫不決，錯過咗後面好幾波機會。後嚟佢揾到我睇咗佢嘅手相無名指下方嘅太陽丘有3條好清晰嘅直紋，說明佢天生財運係唔缺嘅。問題就出喺性格上面，講義氣用錯咗地方。我教咗佢幾招鎖財嘅方法，佢照住做咗2年，而家唔單止將啲債還清晒，仲儲低咗一筆可觀嘅養老錢。所以各位朋友，手相係老天爺俾嘅，但點樣用手相係諗自己決定嘅。第3個階段係晚年穩舵期，55歲以後去到呢個年紀，我哋拼嘅唔再係賺到幾多，而係守到幾多。我同各位朋友講句心入面嘅說話，無名指長嘅人晚年嘅運勢底色係好好嘅。古語講無名指長者陰氣充足，主晚年運勢，只要前面2個階段嘅氹成功避開咗靈嘅晚年生活質素、精神狀態都會遠遠超越同齡人。點解？因為太陽丘嘅能量雖然容易發散，但都代表咗生命力。去到晚年呢股生命力唔會消失，佢會轉化成一種旺盛嘅精氣神同唔服老嘅心態。你會發現身邊好多70、80歲仲精神奕奕、思路清晰嘅老人家，伸手一睇，多數都係無名指比食指長嘅。但問題係咩？問題係好多人去到呢個歲數，性格已經定咗型。後生嗰陣講義氣，老咗就變咗好面子、耳仔軟。人哋幾句好話一捧，靈又坐唔住啦。
記住我一句話，去到呢個年紀揾就係最大嘅富貴唔折騰，就係最好嘅開運。好，講咗咁多個氹，好多朋友可能個心有啲怯靈，千祈唔好咁諗。老天爺俾一個人呢種手相，一定係俾咗令人哋恨唔到嘅天賦。我將佢總結為三大優勢嚟聽下，係咪講中您心坎入面？第一，膽識過人，咁喺關鍵時刻落中注您骨子入面，就有嗰種關鍵時刻豁得出去嘅魄力。好多人一世平平凡凡，唔係冇能力，係少咗您呢份感。您呢種感令到您能夠喺人哋仲喺度觀望嘅時候，就已經企喺風口上面。您唔係冇本事賺錢，您係太有本事賺錢啦。問題只在於賺到之後點樣將佢留低。第二，性格直爽，去到邊都有貴人，連講嘢做嘢唔遮唔掩，心思乾淨，有咩講咩。呢種直爽喺呢個社會上係稀有品，所以您會發現您一生入面總有咁幾個關鍵時刻，會有人主動伸出手嚟拉您一把。呢種人和嘅優勢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噶。好多人一世求貴人而不得，而您貴人係被您嘅磁場吸引過嚟嘅。從商學上講，無名指像嘅人太陽丘發達，而太陽丘級級都代表咗一個人嘅社交魅力，您不自覺就會成為人群中嘅焦點，人哋同您打交道覺得輕鬆踏實，所以願意幫您。呢個就係您天生嘅貴人緣。第三，都係最重要嘅一點，晚年運勢持續上揚，後福綿長。只要我哋將性格入面嘅衝動管理好，將財富嘅漏洞塞住，無名指像嘅人去到晚年，唔單止物質生活有保障，精神頭都比同齡人足兒孫滿堂，自己身體硬朗，腦袋清楚，有尊嚴有質素地享受晚年生活。呢個先至係我哋呢一世真正嘅成功。如果您覺得呢三個優勢講中咗您，喺留言區打一個我全佔咗，承認自己嘅優勢，都係一種正向嘅心理暗示。優勢係天俾嘅，但氹係自己畫嘅。下面呢三點係無名指像嘅人最容易犯嘅三個致命錯誤。各位朋友逐條對照睇下自己有冇中招。第一件事，好多人完全冇意識到您嘅無名指上面帶啱咗係鎖財，帶錯咗就係漏財。無名指係太陽丘嘅氣場入口，相當於您財富嘅門禁系統。如果連喺呢隻手指上面戴嘅係生鏽嘅、材質混雜嘅，甚至有破損嘅戒指，咁就唔係喺守財啦，而係不斷咁干擾您自己嘅判斷力。好多朋友覺得舊戒指戴住有感情，爛咗都唔阻住戴，但從能量場嘅角度嚟睇，破損嘅飾物就好似一扇爛咗嘅門，財氣入到幾多就從爛窿度流走幾多。尤其提醒各位朋友，無名指上面盡量唔好戴黑色嘅、暗色嘅或者有尖銳棱角嘅飾物。呢啲材質同形狀會同太陽丘嘅光熱能量產生衝突，令到您喺決策嘅時候越諗越亂，越諗越急。反過來，如果您喺無名指上面戴一枚材質純正、表面光滑嘅金戒指、銀戒指或者玉石戒指，就能夠幫您收攏太陽丘過於發散嘅能量，令到您嘅衝勁入面多啲沉穩。呢個就係點解古代嘅大商人、大官員手上面都曾意戴一枚品相好嘅玉扳指或者金戒指，人哋唔係炫富，係喺鎖自己嘅財氣同定力。第二件事係所有漏財局入面威力最大、後勁最足嘅一個，因為重情面而盲目借錢擔保合夥。我同各位朋友講句實在話，我哋呢一種人呢一世食嘅虧，10次有8次係食虧喺唔好意思呢4個字上面。人哋幾句好話，您係大老闆，您最有辦法。呢件事只有您撐得住，您就飄啦。覺得唔幫手就唔係兄弟，就對唔住呢份情義。結果呢，錢借出去咗收唔翻嚟，自簽咗責任孭上去啦。合夥咗條數計唔清啦。您係將大將之風用咗喺江湖義氣上面，代價太大啦。我同大家講一個訣竅，下次有人揾您借錢或者要您擔保，您就講3句話。我翻去同屋企人商量我近排資金都緊張，呢件事我要睇客份合約。3句話講完，俾自己留出3日嘅冷靜期。3日之後諗嘅衝動勁過咗，理性就翻嚟啦。
呢個叫做用時間換空間，係專門俾無名指像嘅人設計嘅勒車機制。同大家講一句，可能唔係咁好聽，但非常管用嘅話，去到呢個年紀，學識優雅地拒絕係守住晚年財富嘅必修課。真正嘅朋友唔會因為另一次拒絕就同您反面，因為一次拒絕就反面嘅，恰恰說明呢份情誼唔值得您用血汗錢去換。第三件事，好多人完全諗唔到您屋企嘅兩個方位，直接決定咗您呢股大將之氣係變成財氣定係變成戾氣。呢兩個方位，一個係屋企嘅正南方，一個係屋企嘅西北方。正南方喺傳統環境學入面屬離火，代表您嘅名望、您嘅眼睛、您嘅判斷力。如果呢個方位堆滿雜物、塵埃遍地，就相當於將您嘅眼睛蒙住咗。您做決策嘅時候就會睇唔清楚，容易俾人誤導。西北方屬干金，代表屋企嘅男主人、屋企嘅財富。呢個方位如果放咗魚缸、飲水機呢啲水氣重嘅嘢，就叫做耗金，將您嘅財氣同決斷力都浸軟晒、浸散晒。好多朋友屋企露台堆到滿一滿西北角，放一堆破爛唔用嘅舊物件，您覺得係節儉，但從能量場嚟睇，呢個等於係喺自己嘅財富門口堆咗一堆垃圾，財氣入唔到嚟，正氣都出唔到去。有朋友可能會問，咁點樣知道自己屋企嘅正南方同西北方喺邊度？好簡單，朝早太陽升起嘅方向係東正，對住嘅就係南，或者您企喺屋企中間拎手機指南針一睇就知啦。正南同西北呢兩個方位，今日返去之後就睇一眼。睇完喺留言區打方位以查，呢個既係對自己嘅提醒，亦都係一種確認收到嘅能量回響。好，既然講到屋企環境，我就再俾各位朋友幾個即刻喐到手，今晚就見效嘅調理方法。第一，將正南方收拾乾淨，令到佢光猛起嚟。呢個方位係您嘅名片位，佢清爽咗，您喺外面嘅名聲就清朗，佢明亮咗，您嘅判斷力就清晰。如果您屋企正南方係露台，將嗰啲唔用嘅紙箱、舊瓶罐清走。如果正南方係客廳嘅一面牆，可以喺上面掛一幅紅色或金色嘅喜慶字畫，都可以喺呢個方位點一盞細細嘅長明燈，唔使太亮，但要佢每日都着住。正南方屬火喜用色，係紅色一盞燈，守住嘅係您嘅方向同判斷力。另外，正南方仲可以擺一盆開花嘅植物。紅色花，例如紅掌、鴻運當頭都好好。植物本身有生發之氣，能夠幫助離火嘅能量流通順暢。但記住，枯葉要摘食，修剪枯死嘅植物，要即刻換走枯枝敗葉。喺正南方，比堆雜物仲大鑊，因為佢代表嘅係一種凋零嘅能量。第二，將西北方整理乾淨，令到佢穩陣起嚟。呢個方位係連屋企嘅掌印位、財富位。佢必須乾淨穩固厚重水氣重嘅嘢，例如魚缸、加濕機、飲水機，千祈唔好放喺西北角。呢啲屬水嘅嘢會泄走乾金嘅氣場。西北方屬金，適合擺放白色、金色或者金屬材質嘅飾物。可以喺西北方位放一啲黃色、棕色、金色嘅物件，例如一個黃色陶瓷嘅聚寶盤，或者一對銅葫蘆。銅葫蘆喺傳統環境學入面係化解病氣、穩固財富嘅常用物件。您將財富夯實咗，您嘅錢就唔會莫名其妙咁流走啦。仲有啲細物件都可以用，例如五帝錢掛喺西北方嘅牆角，有鎮守財富嘅講法。但注意，五帝錢要揀真嘅、乾淨嘅，最好係傳世嘅古錢。現代仿品效果差好多。如果冇五帝錢，放一枚乾淨嘅硬幣都得。面值唔重要，重要嘅係金屬。呢個材質屬金，同西北方嘅氣場係匹配嘅。我仲想提醒各位朋友一件事，西北方唔好放鏡，鏡喺環境學入面屬水，有反射發散嘅作用。放喺西北方，突如將財氣向外照、向外送。好多朋友從意喺玄關或者客廳西北角掛一塊大鏡，覺得自己出門口前照客方便，但從能量場嘅角度睇，呢個習慣對財富唔係咁好。如果真係需要鏡，用完之後揾塊布冚住，或者裝喺櫃門入面，用嘅時候打開，唔用嘅時候閂埋。講到呢度，
我想再分享一個真實嘅調理案例。我另一位朋友今年58歲，都係無名指比食指長。佢嚟揾我嘅時候話呢幾年做咩都唔順，投資咩蝕咩，連個仔做生意揾佢借錢，借出去都收唔返。我問佢屋企嘅情況，佢話正南方嘅露台堆滿晒舊家私同紙箱，西北角嘅房入面放咗一個大魚缸養住風水魚。我話問題就出喺呢度啦，正南方堆雜物將靈嘅判斷力塞住咗，西北方放魚缸將靈嘅財富浸軟咗。佢返去之後嗰日就將露台清空晒，將魚缸搬咗去第二個位，喺西北角放咗一個銅葫蘆。3個月之後佢打俾我話最近個腦清楚好多，一個拖咗好耐嘅項目錢都收返嚟。又過咗半年，佢話個仔之前借嘅錢都還咗一半，剩低嘅打咗欠單，按計劃仲還緊。所以各位朋友屋企環境呢件事睇落唔起眼，影響係真係大好，道理講通晒，方位調好晒。最後我哋返到自己身上，教大家3件隨時做得嘅鎖財細藝。第一，如果你習慣戴戒指，無名指上面戴一枚材質純正、表面光滑嘅金銀或玉石戒指，材質越純粹越好，金嘅、銀嘅、白玉嘅都可以。佢嘅作用唔係裝飾，係幫靈收攏太陽幽過於發散嘅能量場，令到靈嘅衝勁入面多啲沉穩。如果連覺得自己總係喺人情上面食虧，個腦一熱就應承人，可以喺尾指上面戴一枚銀色尾戒。尾指屬水主，智慧尾戒能夠幫靈建立一道保護屏障，令人哋唔容易攞獵林捧殺靈。咁戒指嘅款式有冇講究？有圓形嘅、光滑嘅最好，唔好揀有棱角嘅、鏤空嘅、鑲嵌太多碎鑽嘅，因為太陽幽要嘅係收同聚，唔係散同花巧。一枚數圈嘅金戒指比一枚花哩花碌嘅鑽戒效果好得多。如果你唔習慣戴戒指，喺無名指上面綁一條紅繩都得，但紅繩要乾淨整潔，唔可以污糟邋遢。第二，都係今日教俾各位朋友嘅核心實操，每日朝早醒來先唔好急住起身，用靈右手嘅大拇指動喺左手無名指根部過嚟後肉嘅地方，就係太陽幽順時針搓揉36下，力度唔使太大，感覺少少謝脹就夠啦。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呢個動作。朝早係陽氣升發嘅時刻，呢個時候搓揉太陽幽，相當於喺一日開始之前，先將靈呢股大脹之氣撳順佢，仲平佢，能夠令到靈喺跟住落嚟成日嘅決策入面戒驕戒躁，用更清醒嘅頭腦去處理每一件事。點解係36下？36喺傳統數理入面屬於天光數，係正嘅、光嘅、向上嘅搓揉嘅時候，配合深呼吸，吸一口氣搓6下，呼一口氣搓6下，6個呼吸做完，啱啱好36下。呢個過程既係身體嘅調理，亦都係心念嘅安頓。堅持1個月，連會發現自己嘅脾氣冇咁急啦。做決定嘅時候，個心多咗一份從容。第3件事最簡單，但都最重要。每日朝早搓揉完太陽幽之後，喺心裏面默念一次下面呢12個字：不急不貪，不賭不保，穩字當頭。不急係穩心態，不貪係穩預期，不賭係穩操作，不保係穩底線。將呢12個字念順咗，靈呢雙手嘅能量場就算是徹底轉正啦。如果您願意，可以將呢12個字打喺留言區：不急不貪，不賭不保，穩字當頭。呢12個字打出嚟嘅過程就係靈喺俾自己嘅能量場重新編程。你咁打一遍就加固一遍，打一遍就鎖緊一遍。手相係天生嘅，佢標明咗我哋嘅起點同天賦，但運勢係生猛嘅，佢取決於我哋後天嘅選擇同修為。明白咗自己嘅優勢，再避開嗰幾個隱蔽嘅氹，再將手上嘅屋企嘅能量場調理順晒靈。呢隻無名指像嘅手就係一雙天生嘅聚財手、大將手。今日講咗咁多，其實就係想同大家講一句說話：我哋呢個年紀最大嘅成功唔係贏到幾多人，亦都唔係賺到幾多錢，而係能夠為自己、為家人守住一份安穩、一份踏實之命，係為咗更好地守財。守財係為咗更有尊嚴地享福。如果您覺得今日嘅內容幫您理清咗前半生嘅得失，
我希望您能夠喺刪呢條片之前，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知命守財。呢4個字唔係寫俾我睇嘅，係寫俾連自己睇嘅。佢係連對自己嘅一份承諾，亦都係為連同家人祈福，討個晚年衣食無憂嘅好彩頭。仲未點訂閱嘅朋友，點個訂閱啦！呢個訂閱係喺連自己嘅手上同家宅財富之間建立咗一條持續接收正向能量嘅通道。以後每一期嘅開運智慧，您都能夠第一時間接收到。呢份緣分就算是正式結下咗，最後辛苦連長按點讚。長按點讚嘅能量好強，佢能夠將呢份好運同福氣推薦俾更多有緣人，等大家一齊知命守財，安享晚年。我哋下期見，祝大家財富安身，身心長安。